做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31，咱做来读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下面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。这是乌西亚、约坦、阿哈斯、以西家做犹大王的时，伊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天啊，着听；地啊，着注意听，因为上主讲：我养育囝儿，甲因饲大汉，因竟然背叛我。牛捌家己的主人，如袂记得主人的责。毋过以色列毋捌我，我的子民拢袂晓想。原罪的民族，罪恶激动的子民，罪恶多端的族类，行为败坏的子孙，因欺杀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拢会转身离开伊。是安怎恁爱阁受编拍？是安怎恁要继续背叛？恁规粒头壳拢有病，规个心拢受伤，对头到骹无一位健全，拢是伤痕乌青咧流血的空喙，空喙还未洗清气，还未包扎，嘛还未用油抹。恁的国土下远，恁的城市互火烧毁。恁亲目看到曾互外国人吞食，互身为人吞打，变做风波。只有剩耶路撒冷留地，亲像泡汤内的草料啊，刺瓜啊园内的草边啊，亲像一个受围困的城。若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留几个剩落来的子民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遐害，亲像蛾摩拉遐惨。恁遮的索多玛的官长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；恁遮的蛾摩拉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咱的上帝的教示。上主讲：恁献遐济祭物互我，有甚物路用？我无稀罕绵油港的烧化祭，未做出的精神的油，我真也。我嘛无介意牛港、羊羔甲山羊港的血。恁来调戏我，是啥人给恁带这精神来吞踏我圣殿的埕？毋通阁摕无路用的祭物来。香的味，我真厌恶；切安息日调集的聚会，我忍袂牢。我袂当容忍恁犯罪阁受严肃会。恁切甲定期的节庆，我非常讨厌。这个拢变做我的重担，我真烦，无爱阁担。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用目睭毋看恁。恁祈祷偌侪遍，我嘛毋听，因为恁双手拢抹着害人的火，恁着洗互清气，着除去一切邪恶行为，互我无阁看到恁在做歹，着学习听好，着追求正义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讲：来，咱来辩论。虽然恁的罪亲像朱红，也会变做亲像雪遐白；虽然亲像乌豆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羊毛遐白。恁若愿意听谈，恁会当食土地出产上好的米；毋过恁若毋顺趁反叛，恁会受刀剑吞灭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：本来忠诚的城，竟然变做枪击。以前城内充满正直，公义伫内面徛起。今仔日
住伫遐个是台人的凶手，恁的银已经变做借贷，你的酒拢透水，你的官长背叛，变做贼的谈判，因拢爱收贿赂，世界要求人送礼，因无为孤儿主持公道，寡妇的控诉因毋插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大领者安尼讲：啊，你真做我的对敌，我要将大生气摒伫你顶面，我要报复着对我的人，我要下手处罚你，我要将你的借贷练清去，将杂质拢除尽，我要重新设立你的审判官，亲像早前一样。搁设立你的参谋，甲起诉上款，然后你会搁叫做公义的城，忠诚之都。耶路撒冷会因为公平得到救赎，城内反悔的人会因为公义得到解救。毋过悖逆的甲罪人会做一个受拍喙。弃绝上主的人会灭亡，恁以前所意爱性的上手，恁会因为伊感觉见笑；恁早前选择的园仔，倒会因为伊感觉歹势，因为恁会亲像火特别打起的上手，亲像无水的园仔，有关系的会变做火种，伊的所做亲像火星。两项做一个倒起来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第二章，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。万国拢会活来归依，万民会来讲：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哪国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。伫万民中排解纷争，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这个袂过举刀攻击迄个，因嘛免过学战争。哪国的后代啊，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上帝啊，你有气杀你的子民。哪国的后代，因为国内逐所在拢有东方来的风俗，人民亲像规世人在卜卦，搁趁外国人的惯势。以色列全国金银满满是，因的财宝算袂了，因的地真马真多，因的战车袂当计算。全国逐所在拢有偶像，因跪拜家己的手所做的，拜家己的指头仔捏造的神明，所以人受屈辱，逐个人变做逼真。上主啊，毋通赦免因，着米入去石洞，着杖入去土底。相比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迄日目头悬的人会受降低，骄傲的人会受屈辱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崇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日特别临到，伊要互所有骄傲自高的人变逼真，互高举家己的人拢受侮辱。伊要互黎巴嫩悬搁大的百行树、巴山的上树，所有的悬山
一切的小山，所有的堡垒，一切坚固的城墙，所有踏实的船只，一切水的帆船，拢受攻击。后来，自高的人会受屈辱，骄傲的人会受降低。伫迄日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崇，偶像会完全消失。伫上主起来，互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密入去石洞，藏入去土坑，对闪避对上帝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伫迄日，人会用金银做来拜的偶像，迄角互蟾蜍甲密婆。伫上主起来互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走入去石洞内，也是秘伫山壁旁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不过靠鼻孔得喘气，因拢无算什么。第3章，看咧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耶路撒冷甲犹大拄起因所挖靠、所遗忘的，就是所挖靠的美牛、所遗忘的水，拄起勇士甲战士、审判官甲先知、卜卦的甲长老，拄起管50个兵的军官甲有地位的人士、参谋、敖的师傅、行法术的。我要互囡仔做因的领袖，互婴仔做因的统治者。人民会互相压迫，人攻击人，厝边攻击厝边，少年人对老人无礼，卑贱的侮辱尊贵的。人会伫亲族的中间求伊的兄弟讲：你有外袍，就做原的领导者，来处理这个混乱的情况。迄时，伊会大声应讲：我袂当甲恁医治，我厝里无食米，嘛无外袍。你毋通叫我去做人民的领袖。啊，耶路撒冷已经衰败，犹大已经倒坏，因为因的言行举止拢着对上主反抗伊威严的临在，因的面上显露因无正直。因亲像索罗玛顶家己的罪，拢无暗藏。因受灾祸，罪该应得。就甲正直的人讲，因为万事亨通，因为因会享受家己行为的果子。潲的人惨啊！因为拄着灾难，因的手安怎对付人，嘛会安尼受报应。我的子民会受囡仔欺压，会互负因人管辖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的指导者带恁行迷路，互恁行的方向错乱。上主就顶控告，伊徛起来要审判伊的子民。上主对伊的子民的长老甲官长提出告诉：恁吞食葡萄园。恁的厝内有对善食人抢来的财物，恁哪遐好胆压制我的子民，用喙善食人的面？只管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上主讲，因为錫安的女子遐尼骄傲，行路红滚寸长长，看人屎目尾，脚姿势踮骹行，骹环轻狂叫。所以上主要互錫安的女子臭头生疮，要互因下体露痕。伫迄日，上主要除去因一切水的脏榻品、骹环、头毛芒、月袂尖、耳高、
手环、面皮、头巾、骹链仔、花带、香鸭、平安符、手指、片圈、礼服、外套、披巾、皮包仔、手镜、幼麻布的内衫、礼帽以及满身躯的裙，香味会变做泡味，草的索仔代替腰带，水头毛会变做光头，下麻布代替穿高级衫，尾毛会有小条的松叶。涉案的查甫人会死伫倒下，伊的战士会伫战争中死亡，伊的城门会悲伤哀哭，涉案会互人目光光坐伫裤骹。第四章，伫迄日，这个查某人会轻佻一个查甫人讲：“阮要食家己，要穿阮家己的衫，毋过，请互阮归属你的名，互阮免受嫁袂出去的见笑。”伫迄日，上主的身影会水搁木生，土地出产的果子会成做以色列死无去的人的夸耀甲荣光。遐会留伫锡安，就是所有徛起伫耶路撒冷受竞选也有话题的人，因拢会受分别做圣。上主一定会用审判的神甲烧毁的神洗除锡安子民的拉残，对因中间洗清耶路撒冷害人的血液。后来，上主会伫规座锡安山甲所有的会众顶面，伫日时造云，伫暝时造有烟甲火焰的光。上帝阳光会亲像大布棚，搭伫全城顶面。安尼，日时通压太阳的炎热，狂风暴雨的时通做避难所。第五章，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，唱一首有关伊的泡汤圆的歌。我所亲爱的有一窟泡汤圆，伫一个肥水的山头，伊骨头将石头拢刻合角，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。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，搁挖一个搭葡萄的窟仔。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，毋过所结的拢是歹的。耶路撒冷的子民甲犹大人啊，请恁伫我甲我的泡汤圆中间主持公道。我着搁为着我的泡汤圆做甚物？敢有甚物我要做无够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，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。我甲恁讲，我要安怎处理我的泡汤圆？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，互伊受破坏。我要拆毁园的围墙，互伊受吞踏。我无要搁修整，无要搁脱草，要互园荒废，互刺仔、杂草发甲满世界。我嘛要命令云无落雨伫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泡汤圆，就是以色列家。伊设立栽种的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，伊所期待的是公平，毋过所看到的是杀人流血。伊所仰望的是公义，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。惨啊！恁遮的人，恁的厝一间搁一间，土地一地搁一地，恁占甲别人煞无位通徛，境内剩恁在住。
我有听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一定有真侪大建筑会荒废，真侪快佮水的厝体无人徛起，两家泡汤园才生产20公升的酒，也10人的政治收无甲一人卖啊！惨啊！遐个对透早就得入搞酒啉的人，因啉酒啉到半暝，啉到醉茫茫发狂，因伫宴席弹琴弹色，拍鼓分品仔啉酒，毋过无得想上主的计划，毋捌注意上主的作为，因为我的子民袂晓想，因为受放逐做俘虏。因中间有地位的人会枵甲得要死，因的群众嘛会喙焦甲要死，所以阴府胃口大开，无限量开大喙要吞食。伫因中间伫宴乐的贵族、吵闹的平民，拢做一个，互伊吞落去。人受屈辱，世间人受降低。目头悬的人降做卑微，毋过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公平受高举，至圣的上帝，因为公义显明家己的实性。羊仔为哪准伫家己的牧场咧食草，小只羊仔为伫好野人拍远去的土地找食。惨啊！遐用起早做扫。抽罪挂，用拖车的扫拖罪恶的人。因讲上主着赶紧，较紧完成伊的工作，互阮会当看着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着赶紧实行伊的计划，互阮会当知影。惨啊！遐会甲神讲做恶，甲恶讲做神的人，因用暗做光，用光做暗；因用苦做甜，用甜做苦。惨啊！遐想讲家己有智慧，家己真巧的人。惨啊！遐啉酒等英雄，调酒拼头命的人，因受贿赂判有罪的做无罪。白色无辜的人应该有的权益，所以因为亲像袂过互火子吞食，亲像大草互火烧了了，因的根会烂去，因的火互尘埃互风吹散，因为因拒绝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律法，无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话，所以上主对伊的子民发生气，伊伸出伊的手对付因，拍因，因为安尼正山摇出，街头巷尾甚至若粪扫顶甲满世界。虽然是安尼，伊的受气还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上主差大旗做信号，调真远的国家来，伊出号令，叫人对天边海角来，看咧，因真紧就来。来的人无亚神的，无跋倒的，无拄久的，无爱困的，逐个腰带拢下好势，无一个下大转去。因的钱挖来，经拢张安难。因的正马的蹄亲像钉的石，战车的刃亲像光雷风。因后叫亲像狮地吼，后叫亲像少壮的狮地吼。因夹着纳物毋好，将纳物拖离开，无人会当甲伊救出来。伫迄日，因为对以色列毋好，亲像大海发好，人若看即个国家，
只有看到黑暗甲灾难，目昏也看，光明拢变黑暗。咱今仔睇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5章，